豐花園調查報告終於公佈。報告指，大廈停車場4條主力柱混凝土強度偏低，政府將會開立卷宗對善豐花園技術員同埋承建商調查。政府話，善豐花園冇即時倒冧危險，可以透過長期加固修復，又或者係選擇拆卸重建。如果選擇重建，唔需要100%嘅業主同意，但係最低比例唔少於2/3。政府公布善豐花園調查報告，指善豐花園問題主因係停車場4條主力柱混凝土強度偏低，相信係施工質量所引致。問題嘅咧，主要集中喺 P8、P9、P17 同埋 P22，而且同一層嘅。咁就因為我就唔知道當時施工嗰個記錄係點樣樣，就我懷疑佢哋係同一日係落石屎嘅，咁好大機會啦。咁當然呢個要 check 翻當時嘅記錄。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咁，當你落石屎咧，一路係咁落咧，就趕工，特別係即係可能某啲原因啊，就嚟喺長假一定要趕工啦。而對於有意見懷疑善豐花園受鄰近地盤影響而導致主力柱破裂，工務局局長賈利安就強調，鄰近地盤施工雖然有影響，但唔會係導致主力柱破裂嘅主因。隔離嘅地盤同樣地，雖然教授剛才都講咗係會有貢獻，但係呢個貢獻係非常之係低微㗎，唔會係導致到呢個 P9、P17 同埋 P12咧係破裂嘅。政府話善豐花園冇即時倒冧危險，從技術上可以透過長期加固修復，或者選擇拆卸重建。由於佢唔係一個即時倒冧嘅風險，佢唔係一個因公共利益而由政府部門可以按照都市建築總章程嗰個制度嚟拆咗佢，跟住重建啦。佢唔係呢個情況嘅，所以依家下一步嘅善後嘅處理方法，首先呢個係小業主嘅層面。小業主如果選擇重建，無需要100%同意，但最低比例唔少過2/3。按照法律，對其他唔同意嘅小業主，亦都有補救方法。而社工局話，政府會繼續向善豐花園自住業主提供住屋津貼，直至住宿問題得到解決為止。至於小業主如果對樓宇拆卸或者重建未能夠達成共識，要進入到司法程序之後，會唔會對受影響住戶繼續提供津貼？黃燕梅冇正面回應，不過佢強調會繼續為受影響嘅住戶提供津貼，亦都會優化突發事件嘅處理機制。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嘉怡報導。善豐花園承建商榮福建築工程公司對於花園嘅調查報告作出回應，話唔可以接受以片面嘅內容作出結論，亦都唔可以接受可能嘅責任單獨指向該公司技術指導員或者係混凝土供應商。承建商榮福工程話，啱先收到有關善豐花園調查報告，正對報告進行分析，暫時唔會作出評論，亦都唔會回應。不過榮福話，呢一份報告並唔係事件嘅全面調查，唔能夠接受以片面嘅內容作出結論，尤其係隔離有拆卸樓宇同埋地基工程，同時唔可以排除其他外在因素導致事件發生。所以亦都唔能夠接受可能嘅責任單獨指向呢一間公司技術指導員同埋混凝土供應商。有善豐花園業主唔滿意調查報告內容，認為報告唔夠全面，唔認同報告指相鄰地盤對大廈結構冇影響，責任誰屬至今仍然係一個謎。半年嚟，我哋默默咁等待政府俾我哋一個好嘅消息，能夠幫我哋解決問題。咁到今時今日出到嚟嘅，我哋係可以講係完全感到絕望嘅。善豐花園最終檢測報告一拖再拖，苦等多時終於出爐。有善豐花園業主認為調查報告內容唔全面，又不滿報告對地基嘅着墨太少，以及未能夠釐清責任誰屬。呢座樓本身嘅質量問題，仲有一個我哋未曾解嘅謎，地基有冇問題？仲有一個當年政府係點樣收積㗎？仲有
一直河邊進行嘅工程，政府係點樣監察㗎？呢啲都係責任，呢啲人都要負責。黃敏生期望政府會以行政方法推動大廈重建工作，呢個亦都係佢哋唯一嘅希望。佢話稍後將會召開小業主會議商討事件，並要求政府代表列席，詳細交代後續工作。澳門電視台記者潘明文報道。